牆身發毛，牆紙仲甩埋出嚟，地板又谷起晒嘅，想棘死個女咩？家私仲要斜嘅，好危險喎，啲嘢跌咗落去點執啊？有客戶朋友咧都會好奇，我哋平時咧日常工作係做啲咩嘅呢？平時會遇到啲咩有趣嘅事呢？今日由我阿 Wing 帶大家咧睇下設計師嘅工作與日常，帶大家睇下一個舊居大翻新。平時咧我哋咧就會坐車去單位啦，今次我哋1秒到單位。今次同大家一齊嚟到馬鞍山區一個地鐵站上蓋嘅熱門屋苑新港城啊！想知條片點講出你有機會發生緊嘅居住煩惱，就要睇到最後啦。香港人好多都有滲水嘅問題，呢啲問題有冇影響到你呢？今次單位同樣都有滲水嘅問題啊！水往低處流，淨係睇地板都咁嚴重，波及嘅範圍都應該好大下喎。至於成個單位有幾多個有咁嘅問題，就等阿 Wing 同你哋一齊去數下啦。呢個地板都焗起咗，好多人都面對家居維修嘅問題啊，但一直都冇行動，點解呢？因為未揾到心中想要嘅夢想家。相信今次戶主終於揾到佢心目中想要嘅構圖啦，喺今次嘅設計入面發揮到佢嘅需要。其實繼續行入去走廊嘅位置，都可以見到地下嘅腳線位呢都霉霉爛爛噶啦。咦？木地板都見到發晒黑喎。呢個石呢有啲裂啦，呢度可能真係用得一段時間啦。仲有重大嘅發現啊！拆卸工程進行嘅時候，仲喺主人嘅廁所天花板發現咗一樣好騎呢嘅物體。點解廁所有個水盤嘅？廁所又冇裝冷氣啊！天花板居然有個冷氣滴水盤啊！唔好話戶主，就連設計師都嚇窒咗。到底個水盤有啲咩秘密呢？睇晒之後，一共發現有6個地方有大大小小嘅滲漏位置。而我哋嘅工程團隊之後發現浴室同埋飯廳之間嘅牆身，當年係用咗2種唔同嘅物料去起個牆身，仲有好多窿窿嘅沙磚去做，唔知關唔關事呢？最後工程團隊會點樣處理呢？如果正遭遇家居維修有煩惱嘅你，喺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單位嘅情況啊！如果中意呢類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Facebook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居住咗呢個單位10幾年嚟講，其實維修嘅情況都算嚴重，單位多年損耗同殘殘舊舊，但發生咁多嘅問題，點解唔搬屋呢？仲嚟個現居單位嘅舊居大翻新，係愛定係責任啊？咁就一定係愛啦！好多客戶同我哋講，呢區充滿人情味，亦充滿居住同家人嘅回憶。尤其新港城咁好配套嘅大型屋苑，相信呢度都有好多分支嘅家庭，2代3代同堂都一齊住喺呢個屋苑啊！而你居住嘅單位又有幾多同你屋企人嘅回憶呢？單位多年嘅損耗，絕對可以喺廚房度睇到啊！你哋睇下，咁多油煙痕跡，櫃門都想甩啊！就連小強都歡迎我哋，可以知道廚房日常有幾咁繁忙。而單位家私本身都有啲問題，客廳電視櫃都危危乎，好似比煞斜塔咁。仲要係家私冇收口，好多罅隙，啲嘢跌咗落去啊，都應該係咁先啦。頭房係細房，兩邊擺咗櫃之後，只可以有一條僅出入嘅通道，入面都好少可以活動嘅空間。至於間房遲啲有咩用途，就要等設計成果出嚟啦。依間房原先係窗台床嘅設計，戶主就想為佢心愛嘅女女打造一個公主房，所以現階段仲考慮緊用窗台床定高架床比較適合。高床嘅主題性就比較突出，而窗台床活動空間就多啲。睇緊影片嘅你又會點樣同仔仔女女揀呢？喺下面留言啦，話俾我哋知你會點揀。主人房之前做咗個儲物地台，以當年嘅設計嚟講，都好前衛嘅。再睇埋落去，其實戶主有一個心願，就係因為家私冇收口呢個原因，令到戶主之前一部嘅手提電話一跌就沉睡咗喺床下啦，一直都執唔返。而呢部沉睡多年嘅電話，終於喺裝修呢個時刻俾佢復活啦，可以重見天日，拎返多年前充滿回憶嘅手機資料。
相信今次 Taste 嘅設計師都會為戶主做翻啲入場家私比較穩陣啊。其實主人房擺位都冇得變噶啦。空間大改造點止咁簡單啊！經過喺單位入面多年居住，對單位已經有一定嘅了解。今次戶主同翻設計師講咗佢嘅需要，一齊發揮夢想家嘅想象。戶主今日終於要爆啦！如果你現時係住緊舊居，亦有諗過舊居大翻新，就要留意我哋品味空間設計與日常。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哋，希望我哋嘅資訊可以幫到你成就夢想家。